那讲到立法院明仔载就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，国民党是昨就守伫议场，也针对已经二读通过总统报告爱随问随应，民进党是拍算提出释宪。总调郭建明嘛表示，总统赖清德会伫咧合法合宪的状况之下做国情报告，会尊重总统最后的决定。所以国会的听证调查其实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有。备战立法院拜五国会改革大战第3回合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甲蒋南伟拜三暗时各到议场前排队轮班，抢议案的议程备案。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23透早往那到场关心。委员会加入国民党的那个一起轮班嘛？因为又为了明天，我们可能党团要先讨论一下。进前南北党团提案，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需要随问随答，已经二读表决通过。按过后，民进党团质疑讲是违宪。总调郭建明前一天受访的时阵表示，说来会对法案提出改说宪法。合宪进程检判赖清德是未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所以也引起在野党的批评。这说假的呢？赖清德到现在为止，对在野党摆出一副这么高傲、骄傲的一个态度，朝野怎么可以和解？到目前为止，他所回应只有一种。只有在合法合宪底下，他一定会乐意来。我不能代表赖总统回答任何问题，但是我相信赖总统他是宪法守护神，他自有他的判断与抉择。郭建明指出，赖清德一向强调合法合宪都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尊重赖总统最后的决定。但是拜五立法院是面临大车拼，进前集合抗议，国会男权的民团也已经申请路权。按过顶一届议场甲立法院四周围出现不少警察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也予人质疑，敢会动用警察权力？外界可能有点误会了，那是会场。这个警察员动用是不能影响到委员行使职权，那职权的行使里面的一个概念是这样的。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指出，警察行使权力是警察的职权，国会议长动用警察权是一种概念，无相关法源，家己嘛无同意动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